来拍一下回鼓励一下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的欢迎听雄的表演。谢谢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听雄啦吼。今仔日真荣幸会当来到贵宝地来参加这个成功台语歌听秀。我连面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故事。这个少年诗人呢，其实就是我啦。也会记哩，伫国校5年时，有一届上台语课，阮老师伊就问班上的大家讲：，毋知影大家大汉了后想要做啥咧？迄阵哦，我对做一个诗人真有兴趣。对讲我台语无讲甲真连长，我换啊随举手，就甲老师应讲：，老师，我大汉了后，想要做一个诗人啦。阮老师伊用迄种充满关怀的眼神，掠我金上，伊讲：，即个听上啊，你明明一个遐尔少年，是安怎大汉了后要做一个诗人咧？迄阵哦，我听着老师安尼讲，我就感觉讲，即个老师安尼毋通哦，哪会看阮诗人则无？我就决定讲，要来好好甲老师解说，做一个诗人有啥物好处？老师啊，你敢知影？伫即个世间，也有真济也未甲诗读好透的人，简称做也未死透的人。因定定会来找阮即种已经死透的人，对阮不离啊尊敬的。阮诗人要出山的时，我是讲要出书的时，要出册时，定定会有人替阮举办发会。我是讲举办发表会。即种发表会哦，来朋友拢足热情的呢。譬如讲，阮发表会主持人咧替阮的新诗促销时，定定话讲，咱等下甲这新诗小小来了后，一本东风甲一幕，子孙代代受福乐。大家讲有无？真好真好。2本南方冰镇火，子孙代代发家伙。大家讲有无？3本西方敬神金，子孙代代亿万金啦！大家讲有无？老师啊，咱即种发表会哦，办煞了后，阮诗人平常时啥物代志都毋免做，就干那死伫遐就好，死伫遐就好，就会当趁足济即个银纸转来。即种生活即种日子真好啊，敢毋是？迄天下课了后。阮同学阿瑞伊就来找我，原来伊嘛是一个真兴写诗的人啦。伊听讲我对诗有兴趣，就来问我讲：，你对倒一种诗体较有兴趣？我听着阿瑞安尼讲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即个诗体嘛有无共哦。我就请伊来好好甲我介绍即个诗体的分类。譬如讲迄种已经藏真久的古诗，古诗，即种的逐条拢生做同一个形，我就较无爱。若迄种最近拄出来的别人的新诗，有诶看起来真平静，有诶看起来真凄惨，有诶看起来歪歌齐串，即种的看起来就较有意思啦。若迄种较幼气的。囡仔诗，我想咱两人都已经当大人啊，去看这种尸体是无意思，嘛真变态啦，无应该去看这种尸体。阮两人迄天讲话开讲才真投机，尾就决定讲要来成立一个诗社，因为阮两人拢真敖写诗，诗社名称就叫做敖诗囡仔毋对，是。敖诗囡仔，阮敖诗囡仔咧，定定举办即个读册会、创作会。有一届创作会阿瑞伊就写出一首不了水气的现代诗。毋过伊要转去厝的时，煞袂记咧甲伊的作品查转去。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因兜，要来甲伊讲，要来甲伊提醒即件代志。
哦，这个接电话的人毋是阿瑞啦，是阿瑞因母啊。阿瑞敢若还袂转去到厝。喂，阿姆，是我啊，天祥啦，嘿啦，我要找恁兜的死人啦。啊，恁兜死人你毋知哦？无啊，就恁兜迄箍啊，嘿啦，阿瑞啦，哦，到呾你才知哦。阿瑞伊即马已经是一个死人啊啦。哦，你问我讲伊当时转去的哦，差不多5分钟、10分钟以前才走的。哦，嘿啊嘿啊，真可惜，真可惜啦。喂，阿姆，你是咧哭？你是咧哭？喂，阿姆，莫哭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阮遮还阁有一件真要紧的代志要处理呢，就是讲。恁囝伊离开了后，伊的身尸还阁留伫阮遮，啊，我是要安怎办啊？哈，你即马就要来哦？哦，遐着去无？哦，冇啦冇啦，若无安尼啦吼，我等下先传一个链接互你，啊，你先赶紧去甲我试试咧，啊，你试试咧了后，试过无问题，行紧就会当伫迄个云端看到恁囝身尸啊啦。今仔日这就是一个死人的故事，多谢大家。